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丸娜。今仔日要介绍的是这只足够矮的鸡。唔是啦，是要讲鸡的龟，鸡龟，鸡龟，汉字写做鸡龟，罗马字写做鸡的鸡，鸡为龟。鸡甲龟拢是第一条，鸡龟是鸡的食道的一部分，伫鸡的颔管内底。鸡龟 Q 润润，无啥会破，所以较早若是有胎鸡，囡仔也会甲鸡龟摕来分烘，也是滴水来耍，后来用树林做的七桃米。会当分甲大的，咱就甲叫做鸡龟啊。分鸡龟啊，就亲像我安尼，甲鸡龟啊用嘴分好大了。有当时啊，卖用伫形容人的身材，讲一个人的体重增加圆。像讲乌沙人结婚了后真幸福，因看呢，逐工煮好了的，伊规个人吼，亲像分鸡龟啊共款，好上起来。也毋过分鸡龟啊，减一个啊，有另外一个无共的意思。分鸡龟就是碰风臭蛋的意思。若是一个人定定讲话无实在，用无影无食，也是喊过的代志。讲家己外敖拄外敖，就会互人讲是鸡龟仔仙。搁较歹听的就是变仙啊。意思甲这相我的俗语就是碰风水鸡刣无肉，就那像这只水鸡看起来足胖足大只的款，想讲肉一定足济，结果一刣落去，切！还阁有一句热客仔话，变数字。单字大，奇怪，哪会有人伫臭毛毛的便所内面单字大？就是咧讲人臭蛋啦。溜鸡龟，鸡龟啊，分鸡龟，变仙啊，碰风水鸡刣无肉，便所里单字大，臭蛋。分鸡龟啊 ，OK， 分鸡龟爱碰风，唔通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